猪头皮炒韭菜，里头音乐走卡。来哦，音乐会进行到上尾一条吼，大家拢爱出来吼。哦，梁泽啦吼，中西啦，魏阳啦，信云哦，福德哦，走对吼，嘉祥哦，春节，大家拢总爱出来唱就对啦。阮想讲吼，上届尾啊吼，特别用一条歌吼，顶顶下下台顶台骹，大家做伙唱，所以阮就选这个收酒矸啦吼，因为这个收酒矸啊。是一条做关怀艰苦人吼，伫40年代一个台湾老歌吼，阮是感觉讲这歌词吼，足成杨贵家己写落来啦吼，所以呢，阮是想讲，如果去 KTV 吼，杨贵一定会点烧酒矸来唱，所以阮就讲，好来大家做伙唱有酒矸吼，台顶台骹大家做伙唱吼，用这个烧酒矸来当做阮这个音乐会的一个结束。来杨贵致敬啦吼，所以吼，这个歌吼，就有这个杨贵的精神吼，因带咱这个关怀这个贫苦大众安尼就对啦吼。有酒矸通买无，歹通啊旧声啦，破啊纸啦，通买。大家一起来哦！来，歌词上，好来。嗨，阮43囡仔蛋啊，自细爸母着真善，为着生活唔敢懒，每日出去收酒矸。电吉他，来贝斯 ，Go， 来蹦啊蹦啊蹦啊蹦，来蹦啊，顶日去西吼做伙来，嗨，顶日去西太平通啦，今日就行大龙凤啦，为着生活。
换这了后，阮就去这个西门町的这个河岸留言吼，杨贵大战赖河吼。阮想讲吼，嘛是爱唱一个烧酒干的吼，因为那这个歌词啊，就作成这个杨贵甲赖河联手吼所写出来就对啦。所以嘛，台顶台骹有手干呐，通买无吼，这个杨贵，这个赖河来致敬吼。因为这两个老先呢吼，拢足关怀厝边头尾这艰苦人就对啦吼。所以咱吼做伙来唱杨贵吼。杨奎大战奈何 KTV 大战哦，烧酒干这个歌实在足适合吼。来到表曲来，有歌词哦，副歌来到没有嘛？副酒干来，阿妹夫，爱打打一下，哦啊抓啦！
咱特别吼，今仔日 bonus 啦吼，就是咱杨贵啊，这个专辑安尼水当当吼。啊，咱特别吼感谢咱这个阿凯之声吼，咱鹿港的这个上优秀的青年啦吼。啊，咱就来上这个阿凯之声的节目吼。啊，所以咱就用这个阿凯之声内底所甲咱录来这个开箱啊，甲大家介绍吼。咱这个杨柜内底有小说。啊，有黑胶，有卡带，有 CD 吼，逐项录个、塑个3到6巧，有诶无诶吼，逐项拢总有吼。来甲大家做一个杨贵即个豪华30周年套装专辑诶大开箱。啊，即摆市面上可能无啊啦吼。啊，若佫有机会吼，大家看着紧落手吼，这令恁吼一套一定会即个起价起甲过6万诶吼。你若毋相信吼，你就甲吹看卖啊咧吼。感恩这个阿凯之声吼，谢谢。然后开箱互阿凯看者，好啦，这封面这对一吼，边看呢，安尼吼，这种刚看了网络影像呢，哎，这封面吼，伊这就是黑胶的迄个春秋嘛，这个黑胶的卡架啦，啊，这贴纸吼，30周年有无？那好来吼，这看者，啊，这图是萧清扬用迄个30年代，伊讲是日本的水墨风格啦，是画啦，哎，画这个故事是。鹅妈妈出嫁的小说的倒数第2幕，鹅妈妈出嫁小说的上盖尾啊一个情节就是鹅母去用客去啊嘛，要用上回医啊生，鹅刚底下鸟餐呐，老板啊，你在哪里呀？嗷嗷嗷，这是高啊声音的，高啊，浩哥，那是最后一幕，倒数第2幕就是杨贵为着要收小不得不也甲鹅母摸咧，啊，精兵我做伙去，啊，这杨贵吼，鹅母炸去，啊，佮有炸鸡胗，这是萧清扬脑补啦，家己佮讲鸡胗去啦，对，啊，所以这个水当当吼，啊，即马开互阿凯看一下吼，哦，赞，开吼，哦，色啊，这开始一个黄瓜，这瓜就是会互伊炸掉，较袂讲去后壁走啦吼，啊，这。好来，鹅妈妈出嫁，黄色的这本是中文的小说。小清扬是做到一半，想讲，朱老师啊，听过较早鹅妈妈出嫁的人拢有看过小说哟。我讲，有的人有看到，无一定。那我们把小说做进去，哎讲小说吼爱中文、英文、日文，安尼哦，3个月的对啊，所以就个成本个粗呀，那个抢翻页，这是英，内底个加小说呢，小说这是中文版的吼，是，哦，这是这本是日文版的，因为这小说是1942日文版生啦，70年代杨贵这是家己甲翻做中文，先日文再中文啊，80年代、90年代才有学者个翻做英文，这英文真趣味哦。An arranged marriage， 等于讲这只鹅吼，强安排的，是强安排婚姻啦，真趣味。因为伊本来就有讲有已经有啊嘛，这不是家己愿意不是家己愿意的，所以 an arranged marriage 也是真趣味吼。啊，咱看了这萧清扬有选一寡相片，放大，用这种干啦，伊这种迄个古早时代的质感吼，有反光这块。伊就是讲你若买去要做展览，直接摕起来啊倒去就会使啊，种一寡相片。啊，伊卡这片佫有一寡。啊，我这个导游，伊讲这是大正时代，一种日本时代、老时代的时代路的这个导就对啦吼。哦，所以这，这真重本呢，这真重本吼。啊，这特张纸拢是一设计啊。是。哦，这有挂书本哦，大片啊，这有版权卡。啊，特别小清有选一个一张手写的批啦。这个手稿哦。啊，咱若去即个台文馆，还是去杨贵纪念馆，拢会看到真侪手稿嘛。啊，咱看即个内容，伊就写讲亲爱的囡仔，你当时写的批我收到啊，对你所拄着的问题，我真有感受。你甲鼓励一个小朋友，我来问杨翠老师，这是写啥？这是70年代杨贵的小说《亚不变的玫瑰》收伫各中的课本嘛。啊，有小朋友的写批互杨奎。先听种口音就对啦。对啊，对无？咱若看到足厉害的小说，对无？你写批吴明义敢要插你？啦，伊也插啦。你写批吼，张曼娟敢要插你？我小朱月应该插。阮的大部分的作者吼，是因太侪代志要处理，无法度处理啊。国中生因为课本内底收杨贵的作品，写批互杨贵，伊个亲方拢亲自回批，哇，叫温度，所以真趣味啊吼！啊，即马这开了，才有一张才有2张黑胶啦，这张黄色的就是2023的现场的实况，就是
古年啦吼，对，啊，这白色的这是1993，哦1993迄站30年前吼，阮是出卡大甲 CD 无出黑胶，所以这头一摆黑胶化了对啦吼。哦啊，开到上后壁这都有 CD 嘿1993。啊，2023的音乐会较长，所以变成两张专辑变啦两张吼。啊，还有咱这 tape 卡大，卡大，1993的卡大，2023的卡大。哦，这种定义是咱三种咱所熟悉的这种对，黑胶迄就是其 CD 实吼，卡大龙。阮对90年代开始做音乐，迄时是卡大时代嘛，啊了卡团翘起嘛。对，啊，即几当阵的黑胶佮重新复兴嘛。是。啊，这甲上届尾啊卡只片，阮佫有做一个图啦。即个图就是内底的产品全图，啊，这有一个编号吼，这就是500G 413。所以出500弄一个编号啦。出500套，对，这算限啊，量的。这是咱用贵的红包吼。哦，这有算有保庇的这个红包哦。嘿嘛是有这个图吼，若准甲倒起来，就是咱的封面。封面的迄只鹅。对，用贵出来只鹅，啊，佮找价装。啊，这红包是有一部分呢，专辑有藏啦吼。哦，啊，就用去。啊，即马要上市的时阵吼，店头就讲吼，谢老师爱做海报啦。海报。啊，就讲印的就好啊。啊，萧青阳就是大师嘛。你要印海报，你才印甲人会摕起来会挂起来，所以你个做两个耳啊，哦，这个一般海报佫无共呢。哎呀，这种布来印刷的哦，所以吼，那是有机会。杨奎30而立，豪华大套装，双黑胶、3小说、3 CD、双卡带，豪华套装。